灭，本是不增，本是不减，此为真如法性，人皆有此性，但却只愿心迷，此心不用，此性不顾，一心追逐假性。因此妄念丛生，但妄念外缘，生生灭灭，皆是因缘所起，非是本有之物。因缘相聚则生，因缘离异则散，非是本源之性，唯有清净本性，如如不动，超出因缘法性。今以一物比喻之，清净本性如金，因缘妄念如金之气，气有成住坏空，但金性却是随缘不坏不变，人能守住此金之真性，就能达到对境不生，过境不起，念念不往，念体如幻，变化皆是短暂而已。瞬息即灭，但自性无染，本来清净，如同虚空日月之照，常清常明一样。蔡生哈哈，听菩萨之言，实是开悟不少，但何谓佛性与众生性？不增不减。菩萨佛性如水，曲直方圆，平等随宜，自处不争，利万物不伐。其功不假作为，不求其报，不矜其能，不逞其强，犹如圣人之教，随方就下，公而忘私，好像天地之善一样。但众生之性，犹如冰块一样，冷漠顽强，固执有教，须知冰本是水之凝，如同道家所言，人之性本是原始一气所化一样。由此可知，水结冰，冰复为水，皆是相同，不加多，也不减少，如此不是不增不减之原理吗？蔡生原来如此，菩萨开示，犹如醍醐灌顶，实是玄妙，以物喻道，面面俱到，众生直相，犹如冰之凝，但去了凝住顽固之性，便是真如佛性，平等性质，应魔所住了。菩萨因此，众生之心，有染尘之缘，眼观行物，心随物转，鼻嗅味香，心生欲尝，皆是此理也。蔡生那么依菩萨之意，如何降伏妄念心，常住菩提心？菩萨降心的方法，在于离四相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去五蕴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则众生同具此菩提心，同归清净义。蔡生经闻菩萨的开导，受益良多，请菩萨再解智慧的定义。菩萨智慧可分为：一、大般若妙智慧，能照见五蕴皆空，悟经之理者；二、中智慧，是研习学问，大多皆是处于社会工商之学人；三、下智慧，略有小聪明，因此常在五花八门中翻江倒浪与钻研的人，以为有智慧，殊不知反被小聪明所误。蔡生何谓无相？菩萨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幻，皆是妄境，本魔所存，是名无相。但众生执相以生，众生不施，皆是住相不施；众生观佛，皆是住相观佛，而不知不住相不施，其功德更大；不住相观佛，其智慧更深。
因此修人应学无相三师，方是究竟。蔡生三师是三不师：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。无相是不执相之谓。行道、修道，不着贪妄之念，不求回报之心，心量广大，是谓无相三师吧。菩萨是雅。如贵堂普化三曹，诸生为道恒功利德，而不执于功德之谓也。蔡生如佛云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漏亦如电，应作如是。观是吗？那么岂不是落于完空了？菩萨十界万法如，应用无碍，不可以虚妄相见如来，要以洽。性体空，见自性如来，岂是完空？蔡生不可执相，不可离相，执相是虚妄，离相是完空，见相不住，观空不空，不执不离，实相妙中。菩萨哈哈，贤生你已悟佛法真谛了，一触即悟，不愧受上天众托。